即时咱来共读上帝话。今日的上帝话记载伫个以赛亚书49章第6节到第7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伫旧约部分925页，台语汉字本伫个804页。上主对我讲：“我的奴仆啊，我予你一项重要的任务。我要爱你来复兴雅各的逐支族，领回以色列的子孙。我阁要爱你成做万国的光，互我的救恩普及天下。以色列的救赎者，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迄个受人藐视、成做万国所痛恨、互统治者所压制的人啊！君王要伫个你的面前徛起来行礼，贵族也要向你拍拜。这个代志一定会成，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竞选了你。上主一定会持守伊家己的应允。以上，今日咱本堂梁牧师要传讲上帝信息是万国的光。万国的光，各位兄弟平安。伫即个大公的节期内底，咱做出一摆来孝念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一只孝念伊，毋是干那降生伫即个世界，也孝念伊降生伫咱的生命迄个时刻。你敢还会记你第一摆拄着主伊降生伫你的生命，带来迄个人生上大改变迄个时刻。互咱每一摆孝念伊的降生的时候，毋好袂记哩，伊怎样降生入你的生命？这个降生才是上大你人生的改变的意义。迄个日子才是你的圣诞节，迄个日子才是耶稣进入你生命、改变你生命的开始。也互咱因为安尼，咱每一摆伫圣诞节咧等待耶稣基督的降生，纪念伊的降生的时阵，迄个降生对我是重要的，因为伊捌降生伫我的生命内底。互咱用安尼起初的听来继续真正热诚过每一天的生活，珍惜上帝所改变即个我的生命。因为安尼，甲大家要伫今仔日的早起做伙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“万国的光”。万国的光，这是以赛亚书咱已经读一个月真重要的一个主题。伫讲道一开始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差不多半世纪前的故事。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英国迄阵受到真多的战火的攻击。伫战火的攻击内底，真侪咱讲战机就是战斗机，伫英国伫遐扫射，伫遐带来真侪的破坏。每一摆战机若呼啸而过，炸弹就一个嘣嘣嘣嘣的落落来，落落了后，真大的声，煞接遐的声就是人伫遐啼叫的声，人伫遐哭的声。所有的爆炸，所有的火光，所有逃走的声，战机过去留下啥物？搁较侪歹去的厝，搁较侪断骹断手的生命，搁较侪破碎的家庭。伫即个真深沉、真黑暗的暗暝内底，足讽刺的，唯一的光是啥物？是炸弹爆炸的光，这个光毋是希望，毋是温暖，毋是疼，是绝望的光，是战火的色彩。但是伫这个真大的声音、真大的火光、真大的绝望内底，有一个人，伊继续伫伊的拍字的机器头前，伫遐温困写作。那亲像每一天伊拍字伫个拍字的声内底，迄个声就会当互伊袂记哩，外口嘛是即个声。伊伫伊的世界内底继续咧写作，
伊伫个世界内底继续在努力的时阵，一个世界就为伊笔下内底开始展现出来，一个中土的世界，一个无共款的世界。伫即个写作的中年人的心中，伊所看见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在，却是20年前伊亲自去参与的迄个第一次的世界大战。迄阵还是少年，伊本来想讲啊，我若会当小记载一下家族的批评、其他人的批评，可能战事真紧解决，我就无需要去参战，我紧上甲我的学业完成就好。伊感觉伊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，伊无晓，伊提枪都袂晓，伊是咧拍啥物战？伊去互杀尔，白死尔，无啥物路用啦。伊打结婚，打娶某，人生打开始，但是战事拖了真久，伊无法度1年了，伊也是参战，诚做托尔金少尉，诚做一个少年的军官。但是即届战事诚做伊一生的伤痕。伊安尼家己写，伊讲下级的军官拢互杀了去，1分钟一打，1分钟一打，1分钟一打就安尼无去。少年的性命就伫战火内底消扬去。我受压迫离开我的少年，他结婚的某，那亲像经历1摆死亡共款。伊放伫厝里的某。嘛真正紧张，因为每一摆若有人拍门，伊就感觉可能是一个歹消息来，可能伊的先生伫战火内面可能受伤，甚至可能已经死去。托尔金少尉去到战场的时阵，个人因为身体介歹，还未开始好好啊战争，就得到战壕热。伊所有的伫战火内底的经验，就是住病院，住伫急救站，住伫野战医院伫遐。最后人无法度全甲伊送转去英国，因为伊一点仔路用拢无。但是真侪伊学生时代遐个同学、遐个同事、遐个朋友，就安尼拢战死，拢无阁转去到因的厝啊。甚至真侪死伫上惨烈的索姆河战役第1天。第一天的迄个博蒙阿梅尔的进攻，拢无转来。托尔金去互送转去英国了后，搁较惨的是伊的野区，甲伊生活一段时间，遐个少年人在一届德军的轰炸内底，炮弹弹到伊的野区，全军覆没，差不多无人转来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就安尼，诚做托尔金一生上大的伤痕、上大的压力。伊安尼讲，只有亲身去经历战火、战争的压力的人，才知影伊的压迫到啥物时阵，到啥物款的情景。到1918年，就是战争结束的时阵，毋是一个，是我所有的朋友拢无阁转来，因拢死了。因拢死了。2届世界大战的阴影就诚做伊一生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互伊渴望一个无战火烧扬的小所在，是一个真水、真单纯的所在。所以伊就开始写作迄个 Frodo Baggins 的 Shire。迄个一天会当食7顿，早顿食了食早茶，早茶食了食早午餐，早午餐食了食中餐，中餐食了食下午茶，下午茶食了食暗顿，暗顿食了可会当食宵夜的 Shire。迄个会当伫下晡的时阵静静抽烟斗讲话的所在，迄个会当伫树下静静看册，静静困中昼的所在 ，Shire。伊也开始写一个真大的著作，叫做《魔戒》（The Lord of Rings）。问一个问题：怎样会当互人类的权利甲罪恶来逍遥的故事？
这是托尔金一生上重要的经历。以赛亚咧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咧，先知以赛亚嘛是带着一个真无平静的世代，敢毋是？亚述的帝国，若亲像鹰爪砍伫整个犹大的厝尾顶，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。耶路撒冷有一摆受到围城的威胁，以色列人拢在问一项事：主啊，主啊，你拯救的手什么时阵要伸出来？阮已经将要灭亡了。以色列圣者，什么时阵你所抹油的以赛亚会到到阮的中间，成做你受苦百姓的拯救，带来真实的和平啊！以赛亚真正是活伫一个足无平静的时代，敢毋是？希西家王虽然是一个好的君王，但是犹大迄个国力江河日下，直直无去，一个国家就安尼衰微去。那亲像无人会当做啥物？有当时咱看今仔的台湾，咱嘛有一款忧心，敢毋是？迄个国力直直无去，那亲像无人会当记载伊。那像头前就是一个下坡路。主啊，你的拯救伫佗？迄世界王是一个好王，无毋对，但是伊嘛有人生的足软者的所在，伊常常去找讲，到底倒一个国家会成做我的帮站？敢是埃及，还是另外一个国家？但是以赛亚这个先知常常爱去违反迄个王的意志、王的心意、王的愿望，去甲伊讲：你毋好逐摆拢去找逐项的方法，找到无啊，才来找上帝。甲上帝当做最后一个答案尔。毋是讲上帝是最后答案是毋对，但是你毋好逐摆拢去找求人的方法、人的办法、人的帝国、人的势力来解决你的问题。你应该一开始就到上帝面前找求伊的心意、伊的帮助、伊的同在，敢毋是？所以咱看整个规本的以赛亚，咱都咧看两个主题伫遐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一首是列国的命运、列国的审判，所有的帝国，无论是过去的、现在、未来，拢会消融伫历史的内底。无一个帝国是永远存在。所以列国的审判、列国的结局，拢是灭亡。就算是亚述嘛共款。结果历史安那证明？历史证明讲，南国犹大上烦恼的这个亚述，却毋是甲因灭亡的国家，是迄个笑面虎的巴比伦。会记得无？咱若往后壁佫读落，记着啥？头前后壁记着啥？巴比伦找一个使者来甲希西家王讲：哦，你病好厉害哦，袂歹，分享一下。希西家王心内真欢喜，就甲伊所有的国库内底物仔拢互伊看，连武器嘛互伊看。结果巴比伦这个笑面虎等于知影安怎处理南国，他有国力评估、攻打评估，后来果然犹大灭伫这个笑面虎巴比伦的手下。无伫因上烦恼的亚述，却伫巴比伦的手中来灭亡。以赛亚书另外一个主题是不断出现，就是讲真正的拯救是对上帝所抹油迄个弥赛亚来的，只有上帝所赏赐这个公义的王，才会带来永远的和平。人的王是无可能的。一个审判，一个是拯救，一个是地上的君王、地上的帝国，一个是上帝的国度、上帝弥赛亚和平的君、公义的王。伫以赛亚书内底不断伫遐来回来伫遐警告。果然，以赛亚带来上帝应允，就是以色列人的确受掠，但是受掠了有归回，有重建。上帝受抹油，上帝迄位受抹油的君王，一定会降生伫即个世间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以赛亚提起，即个王毋是犹太人的专利，即个王是整个外邦的光。
伊要照光伫所有坐伫黑暗中、伫痛苦甲绝望内底的人，拢要接受着伊的光。伊要成做万邦的拯救。这段经文真趣味，这段经文真重要。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首的仆人的歌，奴仆之歌、仆人之歌。第3首就是咱过几个工会读到的53章，迄咱上出名的。其实以赛亚书内底是3首的仆人之歌，这是第2首，伊就讲到上帝罗卜要完成的工作。这是以赛亚。talking 活伫一个无平静的世代，以赛亚活伫一个无平静的世代。耶稣咧，咱即摆咧等待耶稣的出世，敢毋是？耶稣是活伫一个什么款的世代？耶稣降生的世代嘛是一个无平静的年代。犹太人犹佫伫罗马帝国的即个统治内底，无甘愿啊，无甘愿，但是倔强伫内底。因犹佫咧仰望会当有一摆，搁一摆的复国，搁一摆重新建立以色列国。因为一世纪半以前，才有马加比的革命，才有以色列国短短，但是有仰望的起造。所以因想讲搁一摆建国有可能哦。所以因毋甘愿伫遐慢慢伫下骹想要建国。但是足讽刺的是，想要建国的犹太人内部属大的分裂。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、爱色尼派宗教的意见拢无共款，搭来搭去。你看四福音书内底，拢全伊的斗争伫内底。政治上呢，罗马的皇帝、军政的领袖、分封的王、祭司的集团伫遐合纵联合。莫袂记哩，耶稣顶是给这项书，就是无共款的政治势力伫遐合纵连横的结果。比拉多无想要定耶稣，希律王真正张毒，祭司想要杀耶稣，最后耶稣受定，因为所有的人妥协，就变做这个结果。所以耶稣出世的迄个时代，人嘛在问一项事：到底倒一条路是一对的？到底犹太人的希望伫倒了？耶稣就安尼降生伫台北迄个小小的城，叫做伯利恒。开始陪一个囡仔，无应该陪会当大，甚至因为东方的遐博士来看伊，开始受追杀，全家爱逃亡伫埃及的所在。但是耶稣却无像大家安尼所仰望的、所期待的，选择迄个军事革命政治的道路，伊选择十字架的道路。咱若斟酌。我毋知影你看圣经吼，咱咧看圣经有斟酌去做过评估无？耶稣若真正要做革命，伊是会成功的，因为伊是一个真正成功的领袖。第一，一个好的领袖爱讲话有气力，有气力有魅力，可以吸引人对。所以伊讲话人就来，有群众才有基础，有基础才有权力，有权力才有法度革命。咱莫袂记头拄仔讲托尔金迄个年代内底，就有一个政治领袖足晓讲话，伊生做无介厉害，无介缘投，但是伊开喙讲话，所有人拢若食麻药共款，怎袂去？等伊听录音机讲也无讲啥，我当时哪会遐欢喜？伊讲啥？伊讲嘿哦，有无？即个手势人拢足熟的吼，伊讲啥，所有德国人拢甲嘿哦。耶稣比这个较厉害，耶稣有上帝的气力，所以伊讲啥，大家拢足欢喜，直直过，直直听听有嘛，听听无嘛，足欢喜，拢直直过去。所以伊要革命是足有气力的。第二，耶稣毋是干那白白讲话尔，伊阁有新加技术呢。莫袂记哩，第一个。新正是啥物？变水做酒，阁是好酒。为啥物知是好酒？因为人客伫遐埋怨讲，即个主人足当酸的，歹酒囥头前，好酒伫网底，是惊阮啉哟，惊阮啉伤济，甲你啉倒去哟。所以歹酒想互啉100罐哦醉。好酒12倍，就要甲解决掉啊！
喝酒，变水为酒，所以耶稣无禁酒吼。过来，耶稣互死人搁活，青面的看去，摆骹会当行，伊嘛免军医呢吼，带军队免带军医，家己手一挥总好。未死的军队已经真惊人啊，死搁活的军队，你毋知惊倒人哦。所以伊要军事革命来就无。第三，伊凊凊彩彩5000人食饱，出门毋免带粮草，敢毋是？中东啥物无？石头上济，手一挥，所有拢变面包，逐个捡会通好去战争。伊要革命，罗马毋是对手啦。伊要革命是无本的胜利，但是耶稣，互人感觉足艰苦心的，就是讲伊哪会遮尔轻易就甲即个遮简单以色列国建国的好时机，甲拍算去。伊门徒足期待，伊的群众足期待。甲耶稣入耶路撒冷也在期待，所以因讲：何善啊，何善啊！奉主的名的来，是应该得到呵乐的。咱想讲，因为上帝囝嘛，所以大家也欢喜，毋是啦。咱想了上简单的，迄是将军君王入城，凯旋将军入城的传统，迄是罗马军官入去阵营转来的传统啊。因在期待耶稣革命啊。但是耶稣无安尼做，耶稣凊凊彩彩对因来讲，就放弃这个军事革命的可能。伊选定十字架的道路，行用家己的性命做代价，来完成拯救的工作，用家己的死亡来破除死亡的关系。安尼的选择。伫今仔日所读的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就讲了足清楚。现代中文译本无翻译出来，但是你若看台语和日本，也是和合本，你会看到更较清楚。伊安尼讲，伊讲要互雅各正支派复兴，互以色列中得到保全的人归回，要故是少数。佮讲一摆，互雅各的正支派，互以色列中得到保全。归回，这是少数。以色列复国建国对上帝来讲是啥物？少数。上帝真正的心意无伫遮，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讲，我要互你食做外邦人的光，我要互你施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极，直到咱目睭也看无上远的所在，直到全世界、全宇宙。呀，上帝的心意是整个世界的拯救，但是犹太人包括耶稣的学生所看见的是以色列国度尔。世俗的眼光、人的眼光是遮尔啊短，一个时代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帝国就煞。上帝的眼光却是万国、万民、万世代。所以，上帝的话语甚至第7节咱有看到，互遐有权势人看做奇怪，因轻视上帝的话，因为这是无可能的，因为这是违反人的逻辑的，因为这是违反人看做成功容易的事。但是上帝是安尼做代志。上帝选择上弱小、受压制，甚至最落的民族，迄个叫做以色列。讲你是我的王子以色列。雅各的意思是掠，因为伊啥物拢无，只有掠。但是上帝甲改名做以色列，互以色列民族对雅各开始变做以色列，是讲你是我的王子，你是要继承国度的人。上帝用这个做路咧，要互伊变做王子，要互伊完成上帝伟大的事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伫这个无可能内底，上帝手的牵引就伫遐。因为伫无可能的内底，上帝手的牵引就伫遐。因为安尼，耶稣诚做上帝的奴仆，诚做上帝的囝儿，伊选择无甲任何政权挂钩的路。
伊出世伫迄个小小的城市，甚至出世伫迄个争生大的所在，伊佫毋是出世伫人的旅社，是争生所大的所在。伊生长伫平民老百姓的中间，伊单独行上十字架的道路。耶稣拍破世间人掠做用权力来取得搁较悬、搁较大的权力的即个手段。伊嘛无行君王的道路，伊拍破人类的关系甲罪恶的确结连的迄个困难，用放杀家己的疼，照光伫即个世间，照光伫黑暗中绝境中间的人类的心中，带来清洁，带来温暖，带来希望。楚庆用伊的生命故事，用迄代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，问一个甲罪恶关系、疼甲拯救有关系永远的议题。伊在提醒咱强事，战争袂带来和平，也无任何帝国会永远徛起伫。无论是经济、政治的、军事的，各种的帝国，拢袂永远徛起。人类的权力欲望也袂产生咱讲圣洁的君王，反倒会带来搁较侪罪恶甲灾害。所以今仔日伫咱搁一摆，伫天气哪来哪寒冷的12月，伫大港节气中间搁一摆听候思想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搁一摆来读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搁一摆来读土庆的魔戒，甲哈比人的历险记，透过读册，透过默想，咱要搁一摆纪念3项事。第一，咱要纪念耶稣基督谦卑的出世，咱要纪念小小的城，迄个叫做伯利恒的所在，咱要纪念弗罗多土庆所写的迄个塞尔。耶稣出世、成长伫朴实无华的家庭甲环境内底，伫即个甲土地相接近的生活模式内底，伊真实甲人民住做伙、食做伙、困做伙，伊成长伫人民的中间。伯利恒甲拿撒勒就诚做耶稣的起点，亲像塞尔是弗罗多的起点共款。也亲像牛埔啊，是相连的起点共款。咱甲主共款，拢有卑微谦卑的起点。这个起点，互咱搁一摆学习谦卑，谦卑伫主，谦卑伫正人的面前。这个起点，也互咱生活伫真实的世界内底。伫每一天的生活内底经历上帝的同在。第二，咱来拒绝帝国政治的引诱，保持咱的清醒。咱无袂记哩，魔鬼伫耶稣三个引诱内底有一个就是：你若拜我，我就有万国的荣华互你。咱无袂记哩，门徒甲耶稣过活了后，搁咧问讲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阵嘛？抑搁咧想迄个建国的代志。咱无袂记，耶稣面对的是君主，若亲像鸟的共款咧拥护伊。这个代志若放伫咱的心中，就互人耳鸣目眩。尤其是这个选举的季节内底，咱来保持清醒，毋好迷落去。咱关心社会，关心国家，但是无受政治引诱。所以耶稣无选择一个甲世俗政治也是军事关系妥协的道路，伊嘛无甲因结斗阵，伊伫各种的关系内底保持清醒，坚持上帝的心意来顺从伊。求主帮助咱，特别是整个场的教会，会当独当去到上帝旨意内底，互咱关心社会，但是无偏往任何特定的团体，也是特定的人士，
互咱会当搁较开阔，关心整个的社会甲国家。而且我第一摆分享，我应该无讲过，我家己伫美国读册，我迄个学校的故事，互咱了解真正敢若上帝的米才会留甲永远，人的米、人的帝国是遐尔紧来无去。我伫美国所读的迄个学校叫做 Drew University， 中文叫做哲武大学，有人翻成德鲁吼，因为安德鲁王子后壁 Andrew 后壁 Drew， 所以翻成德鲁。即个学校足趣味吼，即个学校是一个新学院变做一个大学，为新学院扩展变做大学，所以人文的即个味足重的。虽然伊嘛有理科的即个学院学系，即个学校安怎来？即个学校对一个叫做 Daniel Drew 即个人来，但是你若去 Google 一下，也是 Wiki 一下，你就知影 Daniel Drew 是一个歹人，歹人，真正的歹人。Google 一下，伊伫华尔街恶名昭彰，炒股票起家，奸商，100%的奸商，不用怀疑。伊建立了足大的经济帝国，伫迄个时代是名列前茅2位，伊甲另外一位2个是，等于是甲 Rockefeller 齐名迄种。但是 Rockefeller 是好人，伊是歹人吼，对照组乌白2个。但是毋知安怎，伊有一个足敬虔的某，甲有敬虔的囝，足趣味的，甲伊完全无共款。后来因就家己New Jersey的别庄献互上帝，成做新学院的所在。所以阮的迄个行政大楼是宫殿式的，因为好野人的别庄，足奇怪的迄个建筑物，无啥像学校，较像人的别庄，因为因拢伫遐走马，伫遐避暑，所以甲即个别庄后来就献互教会，成做新学院来培养更较侪牧者。也因为安尼，只有毕业伫19世纪毕业的2个毕业生，就去到韩国建立了韩国的卫理公会的教会，所以真趣味的一个学校。但是，伫20世纪初有一届经济大萧条，Daniel Drew一生的累积。怎规个消亡？一夕之间归于无有，消亡真正消去，规个家族的财产、富裕，伫迄个经济大萧条咧，唰，拢总无去，那刷共款，冲落海底，全拢无去。但是敢若献互上帝，即个别庄，即个学校，一世纪了后，还阁留甲即嘛，所以我才有机会去读遐。迄个学校继续成做起造教会的网站。人的帝国 ，Rockefeller 又阁如何？讲扬就扬去，但是伫个时咱拢无相信。所以阮的学校永远有一个呼声吼，就是要改名。伊讲吼，即个主路太 notorious， 太臭名咧。新学院叫做主路歹听。然后，阮的学生的迄个手册叫做 Daniel Book， 人嘛讲爱改名，是教人做好学生，啊，教人做歹学生，拢搞不清楚。因为 Daniel 主路是歹人，所以这是一个足趣味的学校。但是咱伫遐看见上帝的手伫顶面，你若献互上帝，属着上帝，才会留甲永远。人的帝国真紧就无去，所以咱来拒绝帝国的引诱。毋好迷伫内底，有一天你会后悔。第3点，咱就眼光看较远咧。你莫干那看台湾，因为上帝的心意是全世界，上帝愿意拯救这个世界。所以基督徒上重要、上基本、上首先的一个使命，就是伫这个世界传扬上帝拯救的福音。还佫足侪人，还佫伫黑暗的生活内底。台湾精神有需要的人哪来哪侪，甚至有一个统计讲，忧郁症已经变做1/10的人口的可能。几啊年前，台北的一个统计，3成的警察有忧郁症的问题。真侪人要活伫真困难、真黑暗的生活，
咱有甲福音传互伊，互因得到帮助也无。上帝用伊的性命完成救恩，咱用啥物回应伊啊？所以我伫讲道一头前，甲大家分享提醒，咱得等待耶稣降生伫咱的世界，但是耶稣基督啥物时阵降生伫你的生命？迄是你独特的、特别的圣诞节，因为耶稣迄天进入你的生命。你还会记你迄个经历啊无？你还会记你，因为上帝打拍入你的心内底，你迄天目屎流袂停，你迄天得到天顶的温暖，你迄天看见天顶的光，你心中的乌云就安尼散去，你还会记你啊无？将这个故事分享出来，互别人也得到拯救的光，天的温暖。伫讲到最后，甲大家分享我家己外祖信主的故事。我阿嬷的爸爸是一个对住伫嘉义甲厦门中间，伫遐做生意真富裕的一位，不算是奸商啦吼，好商人。我总不好说我家己的祖先是奸商，这样不太好。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是不是奸商。OK 但是我做清楚有一个歹习惯，是迄个时代所有的人拢有歹习惯，小可有钱的人拢有的歹习惯，就是会抽鸦片。所以是毋是奸商毋知，但是无足好的人，因为抽鸦片。抽鸦片需要淡薄钱啦吼，你若伤散车，你大概无机会抽鸦片，因为迄个开销太大咧。所以我知影伊做生意该成功，才有钱通做歹代志。有一天有机会，伊来信主，伊毋是因为解鸦片来信主的，伊是先信主了后，就发现上帝光照伊，伊发现讲啊，一个基督徒抽鸦片，安尼敢会看你？伊就甲伊的厝内讲吼，我要即几工关踮迄个厝内底，我的锁点内底，恁拢毋好去管我，毋好管我哦。什么声音拢免管我，直到我出来为止。所以伊免刘明和牧师的帮衬，伊就甲家己关踮一个房间内底，伫遐摔，伫遐痛苦，伫遐祈祷。几工了后，啥跩无去，大家小可紧张，想讲敢若死踮内底，毋知枵死，还是讲死，还是跋倒死，毋知足恐怖的，到底啥物代志？但是内底锁条嘛，毋知要安怎。过半工，伊对内底出来。伊出来迄天，伊鸦片就戒，无阁食一摆鸦片，就安尼诚做真正的基督徒。伊献伊的查某囝，就是我的阿嬷。我阿嬷就诚做做善事，也诚做牧师娘，一生做上帝的工。后来厝呢，因为袂晓经营，最后遐个财产嘛，拢慢慢无去。但是伊留落来即个查某囝，留落来即个信仰的传统，甲即嘛犹阁伫地。献互上帝，就上帝保存到永远；得到福音的好处的，上帝就保存到永远。所以我伫遮勉励所有的兄弟姊妹。毋好干那互上帝发光，你就是你，也是我，就是咱，就起来发光照光即个黑暗的世代，因为咱拢是上帝囝儿，是锡安的子民，来宣告上帝拯救的恩典已经临到即个世界，亲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：日头无阁伤害你，你无阁枵。无阁喙焦，黑暗中行路的人嘛无阁跋倒，因为这光是上帝的拯救，带来清洁，带来医治。这光是上帝的怜悯，带来温暖甲生产的开展。这光是上帝的安慰，带来平安甲欢喜。你着看。
万国万民要向上帝的光来自进，万米拢要唱歌。因为上帝要宣告讨房的好消息，因为上帝是咱的救主，是救赎咱的，是雅各上有困难的迄位。愿伊的光照光这个世界，伫万国万民的中间得到娱乐。阿们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伫创造之前就预备了救赎的恩典。你用你家己独生的圣囝，诚做这个赎罪祭，为阮献上，互阮遮会坐伫黑暗中的人，看见你的光，就得到愿望，得到改变。主耶稣基督，阮伫遮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世界的光，万国的光，照光伫所有黑暗中的人，互阮搁一摆得到温暖甲希望。圣神，求你点导阮的性命，点导所有少年教会兄弟的性命，互阮成做世界的光，互阮成做万国万民的光，互阮成做台湾社会光，来照光伫社会每一个黑暗的角落，互坐伫黑暗中的人看见上帝的拯救。主，你催逼阮。若阮无传福音，就心内无平安；若阮无做见证，阮就食袂好，困袂好。互阮伫遮搁一摆决心立志，诚做福音的使者，为着传扬上帝拯救的好消息，每工拍拼。伫圣诞的季节，诚做福音的使者，将福音的好消息同阮身边所有的人。愿你安尼来行，成就你的旨意伫阮的心上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